血清素對焦慮抑鬱嘅人有幾重要？佢唔單止掌握住我哋嘅喜怒哀樂，對我哋嘅睡眠、食慾都有非常大嘅影響。當血清素水平充足嘅時候，我哋會感到心情愉悅、平靜，睡眠質量亦都會大幅提高，胃口都會唔錯。甚至一啲常用嘅抗抑鬱藥都會將提高血清素嘅濃度作為主要嘅目標之一。但係一旦血清素缺乏，各種問題就會接踵而至。首先，情緒可能會陷入長期嘅低落，焦慮不安如影隨形。其次，睡眠變得紊亂，食慾方面一係食唔落飯，一係暴飲暴食。既然血清素咁重要，咁有冇唔食藥補充嘅方法呢？有，第一就係多攝入富含精氨酸嘅食品，比如雞肉、深海魚、堅果同埋香蕉。精氨酸係幫助合成血清素嘅重要原料。第二，可以適當補充情緒同腸道健康一齊調節嘅情緒益生菌，尤其係長期壓力大、腸道功能較弱嘅人要重視補充，因為一個健康嘅腸道能促進精氨酸嘅吸收同埋利用，仲可以合成於人體90%嘅血清素，通過迷走神經對於我哋嘅情緒產生重要嘅影響。第三，出門曬太陽同運動，陽光係大自然賜予我哋天然嘅良藥。每日上晝10點鐘之前，下晝3點後20分鐘陽光照射，有助於大腦分泌血清素。另外，每週堅持30分鐘以上嘅有氧運動，加上30分鐘嘅真氣冥想，既可以令到身心得到放鬆，仲可以有助於血清素嘅合成，焦慮抑鬱亦都可以隨之改善。歡迎點讚及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人。